呢度係中環，上面有一個共享辦公室，我哋可以上去睇睇㗎。咁呢度位於中環，係香港最著名嘅金融地區中心，下邊就係蘭桂坊，大家可以收工之後落去輕鬆下。咁至於我哋呢度就有17間房，有54張台，可以容納到大概5至40人。咁呢度就係我哋1人房、2人房、3人房、會議室、茶水間。咁我哋嘅共享辦公室咧，唔單單係你辦公嘅地址，亦都係可以共享大家嘅人物資源地方。咁我哋公司可以提供一個租地址嘅服務之外啦，亦都有一個公司秘書嘅服務，可以幫各位老闆去成立香港嘅公司，提供商業登記證、CI、NAR1 等，亦都可以幫各位老闆去成立個銀行戶口，亦都提供報稅服務。譬如公司報稅、個人報稅，我哋亦都有呢啲服務㗎。咁我哋除咗係你香港公司秘書之外啦，亦都係你哋嘅 marketing 秘書。咁我哋可以提供線上線下嘅廣告，線下係有 KOL 同我哋合作，線上我哋有 IG、Facebook、YouTube 同 WhatsApp。咁其次最正係啲咩呢？就係呢啲費用亦都有香港政府可以補貼㗎。咁香港係一個自由貿易市場，咁如果你想透過香港設立海外公司，做海外宣傳推廣，咁香港政府都有補貼㗎。你想註冊啲咩類型公司？你可以留言俾我哋可以睇下有咩幫到你㗎。